億裏邊，我當有今日80%，當佢90%先有10%街都佢自己手啦，係咪？咁即係話佢有26億成功喺公司度合法地攞翻落自己個戶口裏邊啦。OK，當中有78點幾%，即係大概24億咧，係完全合法嘅，有2億幾咧就要由啲頭落翻自己度啦。OK，呢個都係小事啫。後下因為佢隻嘢上到115億啊嘛，頭先計，咁佢揸78%啊嘛，仲有89億，我當啊佢由78炸翻落去60%度咧，有18%，即係配股咯。大股東配出街配舊股啫嘛。咁呢18% part of 呢個115億咧，呢又袋多20億。OK，咁即係合法地喺公司或者股價裏邊咧，重複地做呢件事。OK，即係我照咁睇理論啊，古仔嚟嘅，古仔嚟嘅啫，未必係真嘅。OK，但係合理推斷啫，我係 OK，所以我就話呢隻係 OK 嘅，就咁咯。等下先，等啲咁錯掣。好，答翻第一問題先嚇，得，停止咗分享先。好啦，我唔 show 完嗰個幕啦，費事我喐嚟喐去嘅電話，睇到大家頭暈。OK，好啦，跟住啦，我4蚊買咗無記葵涌，今日8蚊啦，咁應唔應該止賺咧？嗱，我對上所講，無記葵涌咧就 V 咗上去8蚊幾啦。OK，嗱呢隻嘢咧，我都係嗰句啦，我嘅個半就走晒㗎啦。OK，即係你見我報咗 DI 啦，但係唔代表我個半走咗唔入翻啊嘛。OK，即係我明知呢隻嘢係好暴力嘅，之前講咗好暴力嘅。即係搏嗱，我多唔講得，尤其是 online，費事有豬隊友啦。總之呢隻嘢係好 Q 暴力，暴力到你係即係大陸人嚟㗎嘛？你知唔知大陸人係好 Q 暴力㗎嘛？咁即係今日借20幾億，完全乾炒牛河，冇業績可言㗎呢隻嘢，純粹一隻字嘅啫，就係乾咯。即係話嗱，好簡單嘅啫，佢65就 GO 咗，65 GO 翻嚟嘅。OK，咁你見到我咧呢度係6.01。show 翻個熒光幕出嚟先啦。OK，嗱，無記葵涌8.3蚊啦，今日再升咗77%，成交7000幾萬。OK，好啦，咁你而家今日咧有22億市值。OK，喺 A stock 度見到啦。好啦，咁姓馬呢個咧就揸住65%，咁我6.01咧我沽清咗啦，不過 AX stock 未 update 嘅啫。仲有個叫萬華控股嘅上市持貨到今日有4點幾%，4.4%都宣稱沽埋啦。好啦，仲有呢個東方星，定方東星，OK 係啊，咁就嗰度有2.5% 嘅，OK，咁你計數啫嘛，嗱65佢 GO 翻嚟嘅，話6.01我嘅，4.4萬華嘅，2.5就係東方星嘅。好啦，即係話呢段時間咧，佢乜都唔使理，已經78%啦，78%啦。OK，好啦，咁咧而當中你可以知道，佢由 GO 開始計，不停地收緊貨。OK，每一日都收緊貨嘅，我見佢啊。OK，好啦，你見到佢今日啦，換手率就3點幾%。OK，好啦，咁就慢慢咧，呢隻嘢咧開始係歸邊㗎啦，起碼我計到條數咧，起碼都88至91之間㗎啦。OK，咁你搞咁多大茶飯做咩咧？嗱，可能佢一定唔係炸出街㗎啦，即係唔係話乾炒可以散佢大媽，因為散大媽根本冇呢個成交量接嘅，除非佢真係返大陸派頭嘅啫。但係我覺得佢係攞嚟對數用嘅，即係 mark 到咁高，然之後就有啲數要收翻嚟，然之後合法地喺市場地沽緊啲股票出街。OK。好啦，咁你可以望翻同樣嘅道理嘅啫。到底呢段時間由佢 GO 嗰下，好短時間嘅啫。OK，就係大致上咧喺呢個2、3月呢段時間開始咧個 CCASS 嘅變化走勢，到底係邊個倉不停地吸貨？OK，咁你就明我講乜嘢㗎啦？不停地吸貨，mark 低呢啲倉，由本身好少貨，嘣一聲揸咗好多貨，而呢批貨嘅均價係幾多？咁你唔會知道均價噶嘛？但係你大致上知道呢個倉嗰日入咗幾多貨，而嗰日嘅均價你唔識計，咪仲上下即係日線嘅振幅嘅中間價作為佢嘅均價咯，都唔爭好遠嘅啫。
OK，咁所以你計完之後咧，就計到大致上咧，佢喺4蚊呢段時間打橫行咗個幾月啦，大概收咗幾多貨，而收夠籌啦，咪衝上8蚊，可能喺8蚊派緊貨嘅，明唔明我講咩？即係嗱簡單啲咁講，即係話呢段時間佢由幾毫子去衝到上去2、3蚊，即係一個半啦，再衝上去4蚊。OK，咁呢段時間打橫行呢段咧，就係莊家吸緊貨啦。OK，嗱打橫行收夠啦，就喺4月尾一嘢 V 上去。OK，好啦，咁點解要打橫行呢段時間咧？就係莊家默默地每日暴力地慢慢收、慢慢收、慢慢收，有就收，有就收。好啦，收夠9成，你當佢收夠9成先，跟住夠啦，我就一嘢衝上去。OK，一衝上去係咪拉住？雖然我1成係貴買啊，但係楞住嗰9成係衝緊上去啊嘛。OK，咁所以衝到上去咧，有好大機會啊，4蚊衝上8蚊，佢派翻一半貨出嚟咧就翻本噶啦。OK，但係一隻嘢咁乾，做乜嘢之濕佢咧？關鍵就係你要睇呢個莊家往後到底想攞呢個殼嚟做乜嘢？而呢個殼咧講到明係 GO 翻嚟咧，未來3年咧就不能夠去收購任何新增業務，否則就會視作逆向收購。OK，所以我覺得啊，呢個譬如炒 PE 啊、PB 啊，你都唔使點睇佢嘅呢隻嘢，純粹一隻字就係一個姓馬嘅一個大陸人咧，就係暴力地拉咗好多啦。OK，咁你話4蚊翻嚟走唔走咧？嗱，我就可以觀望重啲嘅，因為我本身嘅均價，大家如果有睇嘅話咧，係講緊4、5毫子嘅啫。OK，所以我4毫子上到個半，咁然之後就沽清啦。即係其實都話點解你明知升會沽清啊？調翻轉我個半嗰6%唔沽走佢，佢會唔會上8蚊啊？梗係唔會啦，係咪？咁我個半沽清咗，我代表我可以喺個八買翻㗎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OK，即係我個八買翻又得，個九買翻2蚊買翻又得，只要我買唔夠5%，佢就唔會知啊。按道理，OK，按道理就係咁咯。咁呢又你話應該走咗去啊？4蚊買入，我覺得走咗去啦。基本上呢隻嘢冇基本面可以睇到，就係咁。好啦，答埋其他問題先啦，快講啊。OK，好啦，跟住咧，睇下先啊。無記咪搶長揸，琴日叫佢飛天升30%，就諗冇理由。佢揸住2億就真係可以企到20億啦，因為我當嗰20億裏邊嘅1成咪2億咯。依家俾晒佢啊，佢開香檳啦，係咪？咁即係話，只要佢可能係收工多少少，可能95，只要佢揸到95，佢喺戶口揸住可能係1億，咁佢就可以直衝上去，可能係即係好 Q 高噶啦，即係好 Q 暴力嘅，尤其是無記咧係有 leverage。係嘅，係不過所以，但係我呢隻嘢咧，我應該咁講嘅，即係我又唔係佢股東啦，即係唔係佢主要股東啦，我仲有佢貨嘅，但係唔係佢主要股東咯。係啊，咁但係我就唔分析啦，即係純粹乾炒牛河咧，我都唔識分析。好啦，另外百文樓啊，會分開咗棟棟收還是8層百文樓一齊收？咁一定係一齊收嘅。係啊，獨立地盤嚟嘅呢個係，即係同一個 set area 嚟嘅，所以係同時間如果市建局嚟收，一定係一次過收，而發展商、私人發展商就唔會喺百文樓作出收購嘅，因為百文樓中間嗰啲街咧係政府嘅馬路，唔係私家街嚟嘅，所以係完全發展商、私人發展商啊衝入去咧係一塊發展嘅，咁當一塊一塊發展咗 efficiency 就好低嘅。即係未必炒得盡嘅 GFA 咧，就會有蝕咗嗰個空間，同埋你諗下，我中間嘅百文樓中間嗰啲，我咪屏風樓咯，所以私人發展商唔會做嘅。OK，新界農地做集裝箱被投訴，地政出咗清拆信，可以拖幾耐？如果唔拆嘅後果係乜嘢？好啦，首先要知道咧，個笪地係咪你先咯？因為地政係最惡嘅咧，叫土地收回條例，即係你違反土地用途咧，佢用法庭收咗你笪地。O.K. 即係所有地都係租翻嚟咁，你知道香港。所以咧，如果你話做集裝箱擺貨，而係農地就係講緊係冇儲倉嘅土地咁你就愛嚟擺貨咧，就係拖到幾耐咧？因為 online 又好難教你點樣拖嘅。O.K. 最好嘅説法就係被動咯。個被動即係講緊呢笪地我出租咗，本身諗住俾人愛嚟種嘢嘅啫。咁但係條友就愛嚟去做咗呢啲集裝箱，我準備出緊律師信俾佢㗎啦。
OK，即係你盡咗你嘅責任去處理呢個違規，咁就可以抌多1年半載都應該得嘅。OK，好啦，跟住屋企人啱啱做嘢，啱啱出嚟做嘢，男醫生學生想出嚟，即係做醫生啦，啱啱做嘢嘅醫生，想抽個白表居屋，抽中咗先諗買唔買，咁邊區有潛質？你話白表嘅居屋咧，我覺得啊，啟德啊，或者係呢啲就係新嘅居屋就值博率就最高，因為 discount 相對地大啲。又唔好買二手居屋就相對地係嗰個轉手率好低嘅。OK，即係唔係應該話二手居屋你買嗰下咧就要食個 premium 入場嘅。OK，同埋一手嘅發展商一手嘅居屋買出嚟咧，政府賣俾你咧係20倍槓桿上會。OK，咁所以我覺得自用嚟講一定係買新嘅。OK。好啦，咁跟住就係70年舊樓做 buy to rent 冇被收購，到10年後80年樓點樣甩手？OK，嗱應該咁講嘅，嗱我10年之後，如果我做 rent to rent 嘅咧，buy to rent 啊，buy to rent 嘅話，我起碼要有10厘，仲要夠10厘啊！buy to rent 做劏房一定要有10厘，當中現金流嗰部分就係擲住你的首期，再加裝修費、雜費，就係你嘅項目成本啦。OK，翻到嚟嘅租金減翻我要供樓，因為我上咗會啊嘛，剩嘅錢乘12個月，除翻擲住我個項目成本，咁起碼要有7至8厘嘅現金流，你就好做啦。咁如果計埋我每一年租客幫我供樓個本金咧，就足10厘㗎啦。OK，咁如果足10厘嘅情況底下，我做10年都唔拆嘅情況，咁你翻晒本㗎啦。明唔明啊？翻晒本㗎啦，你按道理就係想當年抌出地嘅錢咧，已經翻晒本啦，咁咪進可攻退可守咯。咁你話香港舊樓咧，就係鹹水樓年代咧，好少啊，好少去捱到80年嘅，極少。咁同埋70年樓齡咧，代表好多人好多70年樓齡嘅樓啊，大部分都未用盡地積比率嘅，通常係5樓啊，最多係7樓嘅啫。OK，係咁，除非你話有啲講緊廟街啊，或者係啲太子啊，即係呢啲相對地或者大角咀啊，相對地係以前係臨海嗰啲咧，即係起完之後仲有買家而係有利可圖，否則咧都應該係起唔盡個地盤嘅。OK。上個禮拜嘅會員大會冇咗重播，有冇啲重要嘅資訊啊？對上個會員大會係知我成日都亂講嘢啊嘛，呢啲關鍵時候咧成日講嘢得罪人啊，所以咧就係如果需要睇嘅話咧，就揾翻相關嘅同事去上翻去觀塘去睇翻，好嘛？即係我有啲踩界嘅少少嘢又得罪人啦嘅。好啦，咁啊匯豐明天出業績啊！最後衝刺分析嗱，我又唔識分析佢啦，已經即係叫亢奮價啦，已經去到亢奮價啦。OK，即係匯豐冇可能企得140蚊。OK，當佢企得140蚊咧，你再向上咧已經係失去意義啦。係即係顛到基本上係我覺得啊，即係呢隻嘢已經可能有機會挑戰歷史高位添嘅。咁但係 Upside 只係得1成，而 Downside 係高過1成咧，你去澳門賭錢好過啦。OK，你明唔明啊？今日140幾蚊啊嘛，歷史高係160蚊啊嘛，我當佢冇160蚊啦，咁即係話講緊你1成 Upside 咯。但係你搏緊咩 Downside 啊？佢有機會跌翻落80蚊、90蚊或者100蚊，咁基本上你打落去嗰個高過1成咧，我就冇理由攞1成嘅回報。去攞應該話攞2成以上或者1成以上嘅回報去搏1成嘅風險去攞超過1成嘅風險去搏低過1成嘅回報，所以我就覺得呢隻嘢值博率相對低。OK，好啦，跟住咧新世界負面因素反映晒啦，近期多咗正面因素點樣部署？新世界負面因素反映晒呢一句咧，我覺得又未嘅。OK，好啦，除非你見到佢削債嗰部分解決到啫，否則咧佢都一路都被呢個債項包圍住，即係佢嘅負面。係啊，今日咧就8蚊啊，佢8蚊啊，咁買得上市公司睇有冇盈利啦，盈利係冇嘅，仲輸緊錢嘅。
咁但係輸下輸下都已經講緊又輸大過佢市值啦，上年係咪？OK，好啦，咁等等柏傲莊咧就係 OK 嘅，但係你唔記得佢柏傲莊係冧過再起啊嘛，OK，所以咧基本上呢個柏傲莊嘅盈利就會削好大部分嘅，OK，好啦，咁重點咧佢有機管局嘅呢個俾嗰個年費啊。OK，呢下係永遠都係我相信佢最大問題就係呢個問題，就係講緊咧佢個K11機場個商場咧，我記得係每年要俾成10幾億機管局嘅，OK，係啊，咁所以咧我而三跑好似 delay 咗，咁但係佢個100係咪等陣啊？嗰18億每年要俾嘅，每年要俾，但係佢呢個商場咧都總緊係吉溜溜嘅。咁我又未覺得佢啲負面反映晒嘅，但係唯一嘅 selling point 啊，唯一嘅 selling point 咧就係佢 P/B 夠晒低，OK，即係0.1嘅 P/B，OK，即係2000嘅 SS 股價反映200億嘅啫，咁即係話只要解決到呢個負債，OK，嗱我就咁望佢最新嘅年報啊，最新嘅年報睇下幾時出嘅啦，OK，即係中期業績就2個月前嘅啫。好啦，我打開俾大家睇下。好啦，新世界2個月前嘅中期業績。好啦，好啦，好啦，現金銀行存款即係呢度8萬港元啦，即係 income 嚟嘅，即係中期業績嚟嘅，唔係 annual 嚟㗎即係講緊係呢個6個月即係7月1號到10月31號嘅中期業績。OK，好啦，佢話俾你聽咧，佢嘅銀行存款咧就係呢粒數8萬、千萬、億萬、十億、百億，有200億嘅現金。OK，好啦，可用銀行貸款都有百幾億嘅。OK，好啦，債項比例啦，就係即係淨負債比率60%。好啦，資產咧就4000億。OK，即係個比例上邊咧就係好誇張，嗰啲負債比率60幾%。好啦，咁嗱，跟住啦就係呢個債務換示啊。OK，好啦，本集團就永續債及有關擔保嘅票據作出交換邀約啦，目標向債項提供咧都咩維港文匯咩掛鈎啦。好啦，今日結算後咧投資者合共提交180億嘅永續債同埋18億港元優先票據作出交換。按照咩基準參考完成咧？債務完成後咧，本集團咧未償付永續債及擔保票據會分別減87億同埋及400億。OK，同時股東溢利權益增加87億港紙。好啦，即係話呢度會削到成400幾億。OK，好啦，嗱暫時你話佢一路咧，佢個永續債一路削落去咧，即係當然啦，要換啊嘛。即係可能用一啲票據，或者用一啲甚至乎配股去換嗰啲債，即係話只要你解得掂嗰2000億嘅債，一路未解得掂嗰2000億嘅債咧，一路都未必有得諗住嘅呢隻嘢，我覺得。OK，但係最壞情況咧，真係過咗嘅。但係有冇啲咩好消息 support 咧？我又唔覺得話，即係佢暫時有個好消息令佢股價會大升咧。因為我哋買得佢股票咧，關鍵點就係佢升嘅。OK，係啦，咁啊甩翻落去頭先個路道理就係話，哇！如果我買新世界，關鍵咧呢隻嘢唔夠光，係得45%走大幅號。OK，BlackRock 想去做點樣咧？即係入貨係咪好時機或者嗱2026年同埋27年咧，呢2年咧都係我跟鐵底反彈中嘅，即係我淨係分析呢2年嘅。OK，26、27應該會向好嘅。即係而家差管署嘅數據就話升咗9點幾%，咁但係實際咧就升咗2成啊，由低位反彈咗2成。
咩嚟 OK，嘅？而重點係咩咧？而高位講緊2021年啦，就係個高位咧就跌咗30%嘅，用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啊，跌咗30%。等下靜咗音先啊。OK，好啦，跌咗30%，但係咧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你反映各區嘅大屋苑啊，大型屋苑指數，即係唔係大型屋苑，甚至乎洋樓、唐樓嗰啲咧跌足40%㗎啦。OK，即係話我嘅道理咧，由高位每100蚊嘅嘢跌咗，可能係得翻60-70蚊嘅啫。係啊，咁到100蚊跌翻60蚊，60蚊升2成，就係呢2成啦。咁即係話升咗10零蚊嘅啫。咁所以用低位嚟反彈2成，都仲係高位，仲有20幾%，OK 嘅跌咗，由高位計仲有20零%跌咗。OK，咁你話今年咧，我覺得咧會彈多1成嘅。彈多1成，可能係上翻你睇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啊，就上翻我覺得140蚊呢啲位置，就或者130幾蚊呢啲位 make sense 嘅。OK，咁我之前都講佢有5個原因啦，就係因為之前跌多咗啦，跟住樓價跌多咗，而租金向上升，反映租金回報率高於定期存款同埋按揭利息，咁就有個套息嘅情況啦。好啦，第3個情況就係大陸人落嚟買樓，就係走資或者係即係睇好香港嘅樓市啊。OK，咩原因到啦？總之我知道每4個人或者每3個業主成交有1個係大陸人嘅拼音啦。OK，最後一個原因最主要咧就係講緊係呢個香港人啊回流翻嚟香港買樓嗰班英國香港人啊，即係嚟緊26-27年咧，大部分英國人係即係英國香港人係即係叫做攞到 PR 同埋 citizen，即係攞到 PR 或者 passport 咧，佢準備落翻香港買層樓，而呢班人大部分都冇樓嘅。大部分人喺香港都冇持有物業，因為佢21年或者19年過英國嗰下，1樓，first floor。正啱先，好啦，因為佢19-21年過英國嗰下咧，佢喺高位 exit 咗香港樓啊。因為佢如果佢唔 exit，今日英鎊又賺，又喺高位買咗樓咧，呢班人嘅購買力啊，相對係強嘅。OK，所以我識嘅，即係有時候去英國咧，即係同啲人傾下偈咧，基本上咧，佢哋大部分討論緊嘅嘢咧，就係話好唔好依一刻今年咧，就算未回流香港，都喺香港買翻層樓先。OK，係啊，因為佢知道佢過去咧，全部係多數啊係陪太子讀書嘅嘢，佢哋冇諗住喺英國退休，好多人都係咁諗。OK，因為喺英國咧，真係第一物價真係好 Q 貴嘅，係第二真係好 Q 悶嘅，第三天氣真係唔好嘅。第四，除咗讀書之外咧，其實真係冇嘢好，得讀書同睇波係比較好啲嘅啫。係啊，咁然之後咧，你個個鎮係一樣樣嘅。係，所以我就話嗱，香港地嘅即係幸福指數其實好高嘅原因，即係佢嘅雖然係生活指數好高啦，但係代表你收入夠高嘅，平均收入都係高嘅，否則你就撐唔起呢個生活指數㗎啦。咁但係佢好嘅地方就係咩咧？佢隔離就可以搭個高鐵，就去啲相對物價或者性價比高嘅地方去生活咯。所以係一個高嘅即係高叫做揾錢嘅地方去揾錢啦。然之後去一個相對性價比高啲嘅消費能力，即係夠卷嘅地方。係啊，咁我覺得直播率會高啲咯。所以我覺得佢哋呢班人咧好掛住香港，去衝翻嚟香港買樓。係啊，所以10個裏邊咧，我問5個以上啦，其實都話準備嘅啦。係啊，咁所以你諗下，我相信咧，2026-27咧，香港樓價理論啊係有好大嘅 support 喺度。最好係咩咧？最好就係美金再跌1成，再跌1成，係樓價會再升多啲，就係咁。Ken Sir，唔該晒 Ken 請 Sir。講。另外就係話我有咩資源即係譬如係夾錢買樓，即係我見到收咗好多嘅 message，就係話夾錢買樓啦，大概都超過100個㗎啦，需要等待，因為我安排緊啲物業，然之後就炸落去出去啦。咁5月頭就會大量 agent 俾盤我啦，然之後我就會因應大家 send 過嚟咧，然之後就同大家去合作一齊去食晒啲低水樓咯。係啊，咁呢個就要安排，要時間嘅。咁你照登記就可以啦，就係咁咯。Ken Sir 你好，Ken Sir，唔好意思，我晏咗入嚟咧，我想講港股咧，港股 January 點睇話？係咪繼續26300先至沽倉啊？唔該。啱啱講咗，因為個移動平均線喐咗嘅，
所以依刻要真係要叫做止蝕咧，或者take profit 又好啦，最緊要走鬼嘅位咧就喺25,600點就要走噶啦， OK， 好啦，而未有貨嘅話就企得穩喺26,100就可以開第一個倉，半注又好，三分一注都好啦，26,400點咧就可以全倉。OK， 咁至於買啲乜嘢咧，我就話啦，買7200或者2800先啦，反正一年裏邊咧好多大價股咧，佢都冇曾經高水過2800或者7200，或者調翻轉啦。如果你話買啲低水藍籌股，例如騰訊嘅，理論今日騰訊就值得買啦，因為佢係權重股8% part of 恒生指數。而當中騰訊理論對翻一年嘅 beta 恒生指數咧，理論係610蚊，而今日佢只係480蚊，咁略低咗超過130蚊，除翻單嘥嘅480蚊咧，就足足有3成低水嘅。OK， 所以你話今日買咩咧？就應該係買譬如係低水藍籌股。咁至於邊隻低水藍籌股咧，就係譬如係你自己打開權重股嘅14隻，你要做我咪得。權重股嘅14隻，咁邊隻高低水就一目了然嘅啦。咁權重越高，理論佢嘅平衡或者佢嘅 beta 就越接近。OK， 因為因果關係，大市升因為佢升，大市跌因為佢跌。咁有啲原因就係如果你話揾到嗰隻權重股真係低水咗恒生指數3成喎，但係就要睇埋佢嘅業績啦。如果佢業績真係倒退咗3成咧，就抵佢低水啦。你明唔明？明唔明個意思啊？就係咯。係。OK。係大致上係咁多先啦。咁我仲要有個分析。好啦，咁我可以開個咪講聲拜拜食飯啦。咁樣咩 WhatsApp 我啦，我逐個覆緊嘅，我知道未必即刻覆得晒。呢度我逐個覆緊。